嚟緊11月份，各位小朋友就要開始第一學段考試啦。點樣幫小朋友溫習中文，幫佢哋攞到好好成績呢？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經驗。通常學校中文卷係包埋呢幾種題，前邊幾種可以叫送分題，因為老師已經俾咗考試範圍。但係咧，呢啲分又唔係咁容易攞翻嚟㗎。今次我哋重點講下北公詞填充的考試準備。北公詞填充每題2分，通常3年班8題，4年班開始就10題，咁樣計算總共有16到20分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哋一份中文卷滿分係80分，北公詞填充分數佔比呢係相當之高㗎。如果錯1兩題仲可以，錯多幾題，成份卷就攞唔到高分啦。點樣溫習呢？第一步梗係要背啦，但係背都有技巧，千祈唔要一個詞語一個詞語分開去背，咁樣會背得好辛苦。我哋可以一篇課文咧編寫幾個句子，做一個小故仔，包埋呢一課所有重點詞語，方便去記。例如4年班第一課表哥青貓，我哋可以咁樣編㗎。今日嘅旅行取消了，我覺得悶悶不樂。幸虧爸爸買咗禮物俾我，我覺得喜出望外。呢度呢，第一個句子就要取消，悶悶不樂，幸虧，喜出望外，4個重點詞語。咁樣如果做一個小故仔去背呢，就可以背晒你呢一課所有重點詞語。呢個故仔嘅邏輯就唔係好重要，最主要係小朋友自己覺得有趣，方便佢哋去記去背。但係呢，背又唔係簡單死記硬背㗎。有幾個位呢，要睇一睇家長，要幫小朋友加深理解。我主要攞4年班重點詞語舉例，講幾個點啦。第一，要區分詞語具體和抽象兩個層面嘅應用。例如顯示呢個詞語，具體層面好簡單啦，抽象層面係外在啲嘢反映內心啊，內在呢啲嘢。呢個抽象層面對大人嚟講呢係好常見嘅，小朋友遇到都要反映得到。第二，要區分詞語係唔同語境下嘅應用。例如沉悶呢個詞呢，內容沉悶、天氣沉悶、聲音沉悶、氣氛沉悶都有，內容沉悶最常見，但係呢都要拓展一下思維，冇只諗到呢一點。第三，要區分近義詞，例如美不勝收、賞心悅目呢兩個詞語呢，意思係相近嘅，但唔係所有情況下呢都可以通用。第四呢，要區分關聯詞，呢啲呢唔係近義詞啊，都容易搞錯。例如打扮和扮演，上學期呢3年班第3學段係考到什麼表演我咩白雪公主，有啲同學仔就寫錯咗啦，就寫咗打扮。打扮呢係主要係指我哋外表㗎，扮演呢通常係扮演什麼角色。兩個詞語呢都有一個字扮，但點樣用呢係完全唔同㗎。最尾講下點樣操練，我不嬲呢都有用 AI 做幫手啦，生啲句子出嚟俾小朋友做練習。一開始就一篇課文一篇課文去編，之後再撈埋幾篇課文嘅詞語呢一齊練習。有啲家長可能會話，
一個河段嘅重點詞語好多，咁小朋友會唔會需要做好多練習？其實都唔會。如果我哋提早啲開始溫習，好快咧就發現咧，其實一篇課文咧唔係個個詞語都需要好辛苦去背嘅。有啲詞語咧，好多小朋友其實一諗就知㗎，但係咧有啲詞語咧就每一次練習咧都諗唔起。呢啲詞語咧就係比較弱啲嘅。最尾其實最主要就係練習呢啲詞語啦。仲有一點其實都幾重要，就係要訓練小朋友好快速去聯想。例如4年班跟個河段咧，有啲重點詞語，其實我啲大人咧都唔係好常用噶，真係有啲難噶。舉下嚟啦，這個故事生生咩咩咩了我，一睇大家就會諗到感動。咁感動今次會唔會考啊？唔會啦，4年班唔會考感動咁簡單詞語啦。今年咧有一個詞語叫咩？叫觸動。咁如果你一諗到係感動，就要知道係要寫觸動。同一個道理，如果睇到一個句子，我哋諗到係豐富，其實就要寫豐盈。如果諗到突然忽然，其實就係咩啊？猛然。今年4年班咧比較多呢啲情況，有啲詞語咧真係大人咧都唔常用噶，小朋友應該都覺得比較陌生。所以如果一開始係諗到和佢哋意思相近嘅常用詞語咧，就要比較快去諗到你哋考試範圍嘅詞語啦。仲有啲詞語不嬲都係用在某一個情況，例如一個句子係寫做什麼事情好困難、好辛苦，但係沒有放棄，就係咩？堅定不移啦。例如好彩做咗啲咩嘢，就沒有發生唔好嘅嘢啦。呢個如果遇到就要好快反應到一個詞語，幸虧。好啦，今次分享咗好多關於北公詞填充嘅考試準備，就係重點詞語嘅溫習技巧，希望可以幫到各位家長去幫自己嘅小朋友溫書。小學呢個階段咧，其實好難要求小朋友自己可以做到舉一反三，家長最好要幫佢哋咧做啲總結啊、歸納呢啲。最尾就祝各位小朋友係今個河段考試可以考到高分，攞到好好嘅成績。